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圣诗。新圣诗是在184首，旧圣诗452首。信用告白，师道圣经，我是上帝，他们的创造天地之下，我是耶稣基督，上帝是上帝的主，你信心打开，你的心满满信息，你温柔良多的爱心后，变形的心满足为父。第三年对信仰中国话，9年，他这个专业的上帝的话语，因为对他的心话那信仰，我信圣经，我信信，共同的教会，信和是共同，最下面有配国话，另外有话名，阿门。掐嘴。第一文。第一批，以色列啊，要注意听，互恁通着上主，恁来做的上帝应允。
以色列啊，着水听。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切声，恁着全心、全情、全力，上主你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这个话，叫伫心内。嘛着分分教是恁的家己。无论伫厝内坐，掠路里行，倒咧若是内，拢着行公行。搁着伫树里做记号，放伫额头天子。着写伫厝的木匣。嘛着写伫城门。我们一起来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赞美的上帝。谢谢你在一个礼拜的生活当中，你都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要听从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将今天的主日的礼拜交托在你的手中。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赞美，我们请青少期来赞美。
谢谢青少区的赞美。接下来是恭守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17章1到13节。那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请。今天的讲题题目是要听从他，那请庄牧师来证道。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主，阮即时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搁来一摆要对你的话三较实。主，肯定当互阮对你的话更较明白晓悟。特别伫真理的顶面行呾伫你的真理，阮会当真正明白你伫阮的生命中的意义甲作为，不但会当互阮来得到帮助，也阮四周的人因为阮也得到帮助。当即是要对你的话三较实，看你的神充满伫阮，对你的话三较实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嘿，即位大家平安。咱今日要举行清明肃清敬祖，咱全教会的即个联合追思礼拜，咱共同要来追思伫主内已经别逝的亲人朋友，咱的兄弟姊妹。这兄弟姊妹，咱基督徒的追思，并毋是亲像传道书1章14节所甲咱讲的。我看见日光的下面所做一切事，看拢是空虚，拢是掠风。空虚甲掠风的意思，就是讲拢无意义。兄弟姊妹，基督徒对别世的亲人朋友的追思，并毋是拢无意义，反倒是充满着欢喜甲盼望。这个盼望是来自咱对咱的耶稣基督这个信仰，伊对上帝来，将天国奥秘向咱直接来显明，互咱知影人真正的归属，就是上帝的家，将来有一日
咱信上帝的人，拢要伫安那欢喜三件，所以咱的心毋免过头忧伤，也免过头失望，因为亲信上帝必定会当成就伊水阁好的旨意甲应允。咱就信心欢喜来奔跑这条天路。感谢主，咱今日先讲的这段圣经节，对耶稣伫山上变貌，这个显出这阳光的面貌，互三个学生来看见，是要互因确实来知影耶稣真正对上帝所赐来的弥赛亚。伫这段圣经节，用伫咱今日的亲民对诗，伊讲起来有伊的意义。因为这段圣经经文的背景，对耶稣伫世间的服侍，已经进入这个最后的阶段。伊无阁稳从弥赛亚的身份，伊要互伊的学生确实来知影，立马伊是治罪。所以立马的福音书16章13节到20节，咱有去看这段记载。主耶稣伊伫该撒利亚甲腓立比的境界，迄是一个真正讲起来偶像崇拜非常旺盛的所在。伊伫遐问学生两个问题，伊讲：人讲我这个人子到底是治罪？这是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回答，圣经讲有人讲你是啥物人？惊吓洗了汗。有人讲是以利亚，有人讲是亚利米，也是讲先知中的一位。兄弟姊妹，主耶稣有3年的时间伫犹太撒玛利亚的地区，伫遐四地传道。先知伊行真侪信仰，伊也讲真侪迄个天国的教导。总以当时的犹太人对伊认捌，伊原是停留伫先知中的一位，那定。所以耶稣直接搁再问学生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讲啥物？若是恁讲我是治罪，若是恁讲我是治罪，别人讲我是指甲先知中的一位，若恁讲恁这军队我已经3年，每工拢甲我当食、当大、当啉，这学生，安尼恁讲我是治罪。咱知影伫这充满着这个偶像崇拜、假神充满的这个庙宇，这个所在，咱看去西门彼得伫遮呐，咱像是圣神的感动，圣神的启示是安来宣告讲。你是基督，永活上帝的囝。这个正确的答案，互耶稣学了伊是有福气的人，并且甲伊讲：我要将我的教会起造伫这个石盘顶。所以对迄个时，耶稣的工作有一个新的开始。伊就是要学生更加清楚明白，伊就是这个弥赛亚的身份。兄弟姊妹，咱已经信耶稣遮侪年啊！安尼，请问耶稣对你来讲，耶稣伊到底是治罪的？恁所认捌的耶稣究竟是治罪的？只敢是先知中的一位，会行新约技术，会讲真好听的故事，会满足咱的需要的伟大先知嘛？兄弟姊妹，如果你若对耶稣的认捌只敢是安尼，那呢，你犹原是留伫这个俗世的世界，是用你的肉体的眼光伫咧看耶稣。感谢上帝，圣神特别直接来开启西门彼得的眼光，可以来看见耶稣并不是先知中的一位，伊是远远悬过正神的顶面，永活上帝的囝。这个认捌，就将咱的眼光对尖这个地面提升到这个永远永世的这个角度。所以咱来求上帝帮助咱，
当咱活伫即个世间，绝对毋通只敢停留伫即个世间。咱爱有属灵的眼光来看见永远上帝家，这是咱真正的家。有一天，咱这属物质的即个体，咱的生命拢会结束，咱的灵魂呢，特别去到生命的源头，咱的上帝遐。如果你若无真正认捌耶稣，那呢，你的灵魂到底是要甲什么人来行呢？搁要去到倒位去呢？嘿，姊妹，上帝已经差派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伊就是道路、真理、活命，只有伊会当带领咱到永远我上帝的所在去。所以咱伫遮一定爱来认捌伊、晓悟伊、读伊的话，行踏伫伊的真理中间。所以听见即个西门彼得的宣告，主耶稣伫遮接续讲，人子要去耶路撒冷，对遮的长老、祭司头、经学士，受了最的苦楚，搁受害死，第三日搁活。当彼得伫遐宣告你是基督，真我上帝的囝，耶稣接续来讲这的话。这个代志，互西门彼得伊无法度接受。永远我的上帝囝，怎样会受到这样多的苦，搁会受抬？因为安尼生，伊就求了耶稣，可讲主啊，千万毋通，这个决断无到伫你。彼得真正真体贴人啦的意思，等于听到耶稣讲。受苦被抬的代志，当时啊，伊却无想到讲第三天啊，搁活。这是因为主耶稣所讲的话，凭着人有限的头壳，阮就无法度去理解。所以主耶稣决定，互伊亲目睭来看见上帝阳光国度到底是啥物。兄弟姊妹，除非咱的目睭被拍开。看伊即个属天的阳光，若无咧，咱无法度来明白属天的代志。所以17章记载讲，过了6天，过6日，这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远上帝囝了后的第6天，耶稣带彼得、约翰、雅各，点点的上到关山。就是因的面前变貌，就是因的面前伫来变貌，并且有啥物人？有摩西、甲以利亚、甲耶稣讲话，各有上帝声伫遮来为主耶稣来做见证。所以这个山上变貌，主耶稣特别互伊的3个真重要的学生看见，人子带着伊的国来临的境况。为了要互因日后会当明白主耶稣受苦、被抬、搁活、上天，以及第2摆要搁再来的意义。兄弟姊妹，人怎样会当进入上帝的国度呢？咱来知影上帝就是安那，要有这个赦罪的问题，罪的问题。因为人的罪若无伫遐来处理好清楚。有罪的人怎会当看见圣洁的上帝呢？佮怎会当进入这永远我上帝国度呢？这彼得只承认讲，耶稣是基督永远上帝囝，总伊心目中的弥赛亚，也是甲因数百年来所期待犹太人心目中的弥赛亚的形象是同一款的。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是要来帮助因打败这个罗马帝国。建立强盛的以色列帝国，伊毋知影耶稣来是要来处理人类这个罪的问题。虽然说若无伫世界顶受苦受害，担当世间人的罪，人这一生拢会受到这个罪，伫遐甲伊捆绑掉的。
不但活袂出性命，真正的自由甲价值，真正的自由甲丰盛，连将来灵魂的毋望，拢毋知要到伫倒路。所以主耶稣来，伊上大声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啥物？就是罪的问题。按照律法，诚做代表救赎的这个潘过节的羊羔，通过受苦被抬，完成救赎的使命。所以借着这个死这个死亡，将这个罪拍破。所以借着死亡拍破罪甲死亡的关系。第三天国活，主耶稣的国活，带着永远活的生命权柄，将咱带入去这个上帝国永远的国度。主耶稣讲，伊就去耶路撒冷，对这的长老祭司头敬下师，受着最的苦楚，搁受害死，第三日国活。这个意义，伫当时学生完全无法度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一直到主耶稣真正对死国活了后，因才会当慢慢渐渐伫遐清楚明白。所以为了要经过彼得的信心，主耶稣也特别带着彼得、雅各甲约翰，因上这个高山，伫遐因看见，起码只有看见天国的阳光。真侪年了后，咱看见西门彼得伊写《彼得后书》第1章16节到18节，伊见证讲，伊愿平素，互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权能，甲伊的降临，毋是用机卡无影者话，就亲目看见伊的大威严。因为伊对爸上帝得到尊贵荣光，迄时对极大的荣光有一号声，到底伊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这个声对天出，阮甲伊伫圣山的时听见。兄弟姊妹，咱的心目中若无一个荣光的毋望，这个世间有真多的艰难。有真多挫折、打击，拢会真容易伫遐甲咱拍败。更加毋免讲起要背起十字架来跟对主耶稣。所以咱来伫遮求主帮助咱，就真正入捌迄个顶十字架耶稣，是要带咱进入这永远活的国度。这条道路真理活命。咱这一生才有真正的毋望，才会当活出生命真实的价值甲意义。伫马太福音书17章1节甲3节，过6日，耶稣另外带彼得、雅各甲雅各的兄弟约翰，带因爬上关山，当伊的面前形状变换，伊的面光映映。亲像日，伊的衫白亲像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对因显现，甲伊讲话。伫即个山顶的祈祷了后，耶稣伫三学生的面前变貌，伊的面光映映亲像日，伊的衫白亲像光。根据即个旧约先知书中的描写。这是上帝荣光的显现。兄弟姊妹，彼得、雅各、约翰，伫咧山顶所看见的，乃是道成肉体、无瑕疵的人子耶稣，伊所发出这个上帝的荣光的形状。忽然摩西、以利亚显现。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是代表先知。伫规本旧约的圣经。的中心就是啥物？就是律法甲先知书。摩西律法甲先知书上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为着弥赛亚这个基督伫遐来做见证，为弥赛亚的来临，
弥赛亚的临到，而主耶稣正是成就这个预言的迄一位。咱若有咧读圣经，应该当知影，伫路加福音书24章25节到27节有记载，对死国活的主耶稣，伊伫这以马忤这个路上陪两个学生，伫遐呐陪因行，伫遐听因讲，也甲因讲话。后来耶稣对因讲：“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讲一切话，恁的心怎样遐恶信啊？基督受这的艰苦，来入伊的荣光，减毋应该嘛？就对摩西甲众先知起，既然圣经中所指伊会拢甲因讲明，兄弟姊妹，咱敢有看见？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律法甲先知伫旧约圣经拢为了耶稣基督伫遐来做见证。所以约翰一书5章39节，主耶稣讲：“恁讲究这个圣经，因为拍算迄中间，恁有永活，也为着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请问咱伫遮咧读圣经，敢有找着要带领你进入这个永远活的主耶稣嘛？你敢有找着？路加福音书9章31节甲咱讲，摩西、以利亚甲耶稣讲话内容，对谈论耶稣必死的代志，对耶稣呢死的代志，就是伊伫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代志。也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30到40所讲的，以我所受来传给恁的，第一，这基督为了咱的罪死，照圣经的记载，各埋葬，第三日国活，也照圣经所记载。这是为什么马太福音书16章21节，耶稣只是学生，伊必须上耶路撒冷去的原因。伊要完成这个救赎的旨意，救赎的工程，伊就是要除去世间人的罪，迄个赎罪的羊羔，判过节的羊羔。这弥赛亚受苦被抬，只是这个救赎的过程。上重要的，伊第三天要国活，证明伊真正是生命的主，死伫伊的面前徛袂牢，赢过死亡的生命，这是真正的生命。这兄弟姊妹，一旦赢过世界苦难的生命，这是得胜的生命，这是配得着这个阳光的冕旒。咱跟对耶稣的人，咱一心要活伫这个生命的丰盛，对，还是主耶稣。那就一念甘愿落伫土里来死的这个经济，这个马仔共一样，无惊遐死无，才让活出真正的生命，结出最最的果子。所以咱伫遮求主帮助咱，会当互咱成做主耶稣真真正正的见证人。马太福音书17章40到50节，彼得应耶稣讲：“主啊，咱伫遮真好，你若爱，我要伫遮搭3间寮啊，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伊也伫讲话时，忽然间有光光的云答应，佫有声对云里出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恁着听伊。”彼得看见恁主耶稣显出的阳光面貌，佫佫看见摩西、以利亚，感觉好像哇，身在伫这天堂永远福气的所在，所以感觉伫这个所在真好。既然提议讲为着因来搭3间寮啊，这是将摩西、以利亚放伫甲耶稣同等的地位顶面，却毋知影律法甲先知，拢只是要为着耶稣来做见证的，做见证的。也因为当彼得将这个错误的想法
讲出来时，咱看见啊，上帝马上救正伊。伊讲啦，忽然间有一类光影影的云大印，即个光光的云彩，对上帝的眼光，主上帝亲自为了伊的独生囝来做干净、做见证。有声音对云里讲：，即个是我所听的囝，我所欢喜的。所以伫马太福音书内面同款的即句话，上帝有讲过2摆。头一摆是伫马太福音书3章17节，当耶稣受洗礼时，洗礼后伊对水内起来时，第二摆就是伫即个所在，被上帝2摆宣告，见证耶稣是因我上帝所听的囝，是上帝所欢喜的，恁都爱听伊。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兄姊妹。上帝囝道成肉体，所以完成救赎的工作。早就伫旧约的时代，上帝就用这个律法甲先知，不断地为这位所要来的弥赛亚来做见证。当因真正来，一来啊，咱要听到，要看见，并且愿意照伊的话去行的，才会当得到真正的恩典。真正的祝福，若无咧，咱就若像路边的人吼，路边遮的人，即个救恩，就甲你、甲我一点关系就拢无。兄姊妹，你想要跟对耶稣的脚步，得到即个永远活的福分无？圣经底下讲，咱就安怎？咱就爱听伊，咱就爱听探伊。伫约翰福音书6章63节，主耶稣讲：“我所甲恁讲的话，是神是活命。那如果愿意听伊的话，灵就要安怎？你灵就会活起来，灵就会活起来，重新得到生命。兄姊妹，你听到律法甲先知书见证，主耶稣对上帝所差派来的弥赛亚。咱遮听去，你敢有明白嘛？你听去，主上帝亲自为了伊来做见证，讲这个是我所听的囝，我所欢喜的，恁就爱听伊。如果律法甲先知书甲上帝见证，拢无法度互咱直接来听探耶稣，那呢？要有啥物会当带领咱来找到这条永远活的道路？即个永远活呢？现在咧求上帝帮助咱，趁着要有的今仔日的时阵，赶紧咱就要来找耶稣，听伊的话，照伊的话去行，唔通错过了，才伫安那家己切起后悔莫及。所以当因落山的时阵，耶稣反问因讲。人子也未对死人中国话，无得用所看见安那，甲人讲，啊，这是一个真特别吼。兄姊妹，主耶稣特别伫遮互三学看见伊的眼光的学生上主要的目的就是安那，有啥物互因看见？咱最近有 COVID-19 对吧？咱在做啥物？着做预防针。这两个咧，甲因做预防针共一样，是要坚固因的信心。因为耶稣有3摆甲伊的学生讲，人子必须从耶路撒冷去受长老这时头，经学士最苦，并且受抬第3日对死人中国话。主耶稣这种有过，是要互因有心理的准备，毋通为了伊的死来悲伤，因为伊第3天要对死国活，所以了反问因，人子也未有对死人中国活，你毋通将所看见的甲人讲。兄姊妹，今仔日主耶稣可能已经国活，死无的关系，袂当隔断咱对主耶稣的认捌。
特别咱也袂当来计断，咱对咱遮的亲人、好朋友的疼。伊有一天，咱必定会当伫天里相见面。所以学生的心内要有犹豫。伫马太福音书17章第10节，门徒问耶稣讲：“安尼就经学书讲以利亚着先来是怎样？”以利亚着先来是怎样？学生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受到这个经学书，就是犹太教的这个经学教师的影响。上帝应光会伫即要到的时，以利亚必须大先来，以利亚必定大先来。即句话是出自旧约圣经马拉基书4章50到60。伊伫遐讲讲看耶和华大国通行的未到的大先，我要找先知以利亚到恁遐，伊要互做老爸的心活转伊的囝儿，做囝的心活转伊的老爸，免得我来救助即个地。所以学生既然看见耶稣的荣光，才会开始上帝所找来的弥赛亚。既然弥赛亚已经来啊，那呢先知的预言，即个以利亚咧，毋是早就应该来啊嘛？针对即个问题，耶稣伫遮甲回答，伊伫遐回答讲讲以利亚果然已经来啊，以利亚已经来啊，要兴起万项事。若是我甲恁讲，以利亚已经来，也因毋捌伊，照伊所爱来款待伊，就像安尼，人子也要受因的陷害。马太福音17章11到12节，请兄弟姊妹，牧师相信，当主耶稣咧讲这段话时，伊的心中是非常的艰苦，因为旧约圣经这个先知马拉基的预言，弥赛亚来以前，以利亚会宣告翻转人的心，互老爸的心归向伊的囝儿，囝儿的心会当归向伊老爸。先知这个预言，犹太人的经学书拢真清楚，并且也不断用来教导伊的百姓。总是当以利亚真正已经来的时，人却毋捌伊，既然随便款待伊。这旧约的先知以利亚是一位勇敢的先知，伊大胆的当时的以色列的王亚哈宣告上帝的话、上帝的旨意，并且指责亚哈王所做的歹代。新约的以利亚就是惊色列犯，伊大胆的指出，当时的迄个王带伊的小弟的某是毋对的，地教是关伫家里，遐个有关系的人，无你捌惊色列犯，就是上帝所找来的弥赛亚，毋肯接受这个指责、这个指导，将伊关伫家里，最后咧，阁将伊斩首。兄弟姊妹，对4本福音书的记载，咱看见惊色列犯做了真侪水阁好的工程，做一人因为伊所传讲的信息，伫遐来悔改、来认罪，较无上帝讲，较无上帝的话，总是要反对伊的人，无愿意听谈伊讲真实的话，就将伊除掉。这主耶稣伫遮甲伊学生讲。人既然安尼生来对待以利亚，同款人子也要将安尼受因的陷害。这听到这学生才能明白，耶稣所讲的以利亚对什么人？对指当时的惊色列犯。请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伫山上变貌显现出伊的荣光的时，有代表律法的这个摩西，甲代表先知的以利亚。拢出来为了伊来做见证，做见证，连天父上帝拢亲自为了伊来做见证，讲这个是我所听的囝，我所欢喜的，恁就爱听伊。
既有遮尔多见证人，请问，咱是毋是真正确信、深信？这是咱所信的耶稣，就是基督，是永远上帝的囝咧。你是毋是有确信耶稣就是道路、真理、活命咧？只有伊会当引带咱到永远活的国度咧。如果咱若确信、知影所信的之罪，那呢，咱都爱听叹伊，咱都爱听伊，毋通搁再硬咱的心。像遮犹太人共样，硬心，最后将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咱爱知影拒绝主耶稣，就是拒绝即个永远上帝的囝。就是拒绝即个永远活的道路，求上帝帮助咱。既然已经听见、看见即个奇妙的救恩，咱就安那听伊的话，遵行伊的教导。伊的旨意，活出伊所教导咱的，安尼是将来必定会当照着耶稣基督来进入上帝的国度，不但咱享受了伊永远的快乐，也甲咱所听这些亲人好友永远袂分离，伫天堂有那福气的所在，伫遐当心敬拜。所以咱今日伫这个所在，咱只要来对思咱所听的亲人。咱遮的好朋友，咱爱记哩，基督教的孝道是生前啊那一粒豆，较赢死后这低头。伫遐讲的就是老爸老母还阁伫咧时，应该着安那好好伫遐来关心关怀孝敬因。爸母特别老水阁好，会信仰。生活甲见证，咱就要遵照因所传承即个好的信仰，伫遐来行来做，才会当互咱的家族世世代代领受上帝祝福。伫即条道路活命甲真理的顶面，咱能领受到上帝的话，所以伫遮来听叹伊的话，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咱对圣经上帝的话好好去看。去读、去了解、去明白，这让真侪咱一生最大的帮助。愿上帝祝福伫咱，帮助伫咱，咱三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我即摆对你的话，阮遮三个是主，阮的上帝。阮知你是阮生命中最宝贵的。当阮伫遮来明白你、晓悟你、相信你的迄一日。阮就坚定相信，伫你的话顶面，我要怎样来行单听叹，互你的话伫阮生命中得到较大的帮助。诚做活活的见证人，伫遐有更较侪人来明白你，做可能你也会当帮助阮，伫阮伫即世间的年日所经验的，只系最生活中的苦叹。生活中最的坎坷，生活中最，阮感觉恶伫担当的事。当阮搁再一摆伫遮来读你的话，晓悟你的真理的时，阮看伊遮的拢无达得什么。只有你是真正阮的倚靠，只有你是阮永远活命的追求者，是阮永远活命的福分，也是阮生命最后最大的帮助。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圣经，阮的主耶稣基督来到阮的中间，为了要担当世间人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流出伊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阮的罪得到对付，阮会当成做一个无下数的人，进入伫你圣洁阳光顶面。主，阮的上帝，恳求你即时帮助阮，坚固阮，
伫即条信仰的道路继续伫遐行大时，有一款你的话，诚侪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互阮来听趁伫你的话的顶面，诚侪阮生命中最大的福分。但只是阮搁再一摆将阮本身，阮的兄弟姊妹，搁再一摆恭敬交托伫你的手，求你继续带领引带帮助坚固祝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回应上帝话，以信心，加会众请起立，以信心新的圣诗452首。奉献请本周的长子，谢谢。
下回众请起立。咱三个来感谢，主必听从阮的阿爸爸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先拣选阮，众人拢真做你所疼的囝儿伫阮生命的当中，任何时刻你拢真做阮的帮站，真做阮的倚靠阮恳求你亲自用你的应允。伫阮的生命当中来坚固阮的信仰。今仔日随心敬祖阮提交遵照你的教示，来孝念阮过往的亲人。伫阮即个过程当中，恳求圣神来帮助阮，会当伫即个孝念的过程当中，来搁一届思想阮的过往的先人的脚迹会成做阮生活的帮助，成做阮信仰的坚定的气力。但只是阮献上阮淡薄的金钱，要做圣工的路用，恳求你亲自来使用甲感纳。阮安尼献上阮的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家贼。接下来是缅怀先人美好的早晨。咱其实要来清明对书来孝念咱遮的习惯。
这条诗歌《相约在主里》。我们相约在主里，共同生活，常相依。我们相约在主里，将来有一天要再欢喜。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经历路加安定。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盛的那一米。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过去日子里，总有欢笑，也有泪滴。舍得要告诉你，在主的爱里，我等着你。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那一米。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赐给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那一米。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愿上帝恩光祝福拢满满伫咱每一位身上，特别伫咱的亲人朋友每一位身上。好，接下来是颁发写圣经的鼓励奖。咱即个颁发咱迄个圣经填充期即个鼓励吼的名单吼，1月到3月份的吼，咱才有个人奖吼。啊，还有一个家庭奖吼，家庭奖是咱专家吼，每一位拢有写吼。啊，这个家庭奖，啊，还有3代同堂哦，就专家拢总写吼，这拢是鼓励哦吼，袂歹哦吼。来个人奖吼，丽珠姐、顺龙长老、桂金姐、英元兄、姓三兄、美玲姐、美玲七叔、秀雄校长、盛坚姐、曹怡姐、霍英兄、雷英姐。郑强技术、李仲成长老、怡金、陈恩、佩恩、敏恩、古金泰、任宗南、许燕义、吴明珠、张素贞、赖月娥、周慧金、邱素丽、吴丽坚、陈秀美、陈水雀、陈柏良、赵叶玲、陆银美、郑阿满、郑光慧、蔡少华、蔡慧清、蔡凤珠、蔡正哲、廖万世、钟小珍、钟秀才、戴静怡、施义华、庄雅英、
小黄秀珍、黄瑞祥、邓瑞珍、洪素珍、赵怡珍，哦，拢总有49位哈。咱听到名的拢出来哦，哈，来。来，听到名的哈。啊，有写的无你的名，敢有？举手哈，有写的啊，讲你已经有写啊，爱讲啊哈。来到前面来，咱请迄个志成长老啦哈，来颁发啊林牧师啦哈，来，杰美。应该还有绕高一条，有人还没来，有没有？啊，古今泰有来不？有哈。李英姐，李丽英。好，谢谢啊，恭喜你们！来家庭奖哦，来家庭奖，李仲胜长老哈，来，李仲胜长老，来，那个家庭奖哦，这是李怡金、李承恩、李佩恩、李敏恩啊，你哪里老店哈，助理哦，好来。家庭奖2份了哈，来看前面，来，来恭喜啊哈！来3代同堂，李正强技术专家，来，拢出来，来，咱请迄个顺龙长来个颁发，来。来3代的哦，这是，把口罩提起来看头前哈，来看头前，上帝祝福恁哦，咱尽量鼓励咱的细囝、咱的家族来写圣经篇章哈，咱将伊们时间交咱的书会者哈。接下来是来做先京剧哈，来。来恭喜拜。
那接下来是报告哈。好，今天是举行今天的教会举行清明四清祭祖，全教会联合追思礼拜，所以今天只有一堂的礼拜。那在我们的礼拜中也颁发了礼券，赠送了1到3月份有写申请填登记的弟兄姐妹。奖学金申请在今天截止。那礼拜后呢，4楼召开奖学金委员会，请小会员和主席校长，还有青少期的辅导参与参加。那财务组这边报告，申报所得税的奉献证明到，请向阿满姐或李金姐来领取。在今天社青下午有羽毛球的活动，地点在重庆国小附设运动中心，12点45分在教会的楼下集合，欢迎来参加。那也是在今天要参加郑明堂老师启阳颂赞第7新歌演唱会的弟兄姊妹，请在下午的1点45分在府中捷运站里面集合。预时请自行前往。报到的时间是2点30分。好，第二项，3月27到28号，礼拜1和礼拜2，庄牧师跟女牧师要前往台中参加台北中会传道部举办的传教师在职训练。有事情请联络的庄牧师的手机或者是女牧师的赖。第3月29日礼拜3上午10点，在教会3楼有新眼光财经，欢迎弟兄姊妹参加。第4项，4月2号下主日呢，是教会第棕树主日，也就是受难周的开始。明白主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受难，才会明白复活的意义。请兄姐用敬虔的心与主耶稣同过受难周。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罗马书6章8节。因为也是连假，所以4月2号的下个礼拜日呢，教会也是只有一堂礼拜。第5项，4月9号呢，主日是复活节，本会举行今年第2次联合圣餐礼拜，请弟兄姊妹预备心，与主耶稣同坐桌，纪念主的爱。复活节呢，也只有一堂的礼拜。礼拜以后呢，4楼召开小会，请小会员之一参加。今年的复活蛋只在教会分发，约需要160个。征召愿意奉献复活蛋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呢煮8到10颗，在4月8号礼拜6的3点送来教会包装。第6， 4月7号的礼拜5晚上8点在南一区受难周联合圣餐礼拜，在福前教会举行。欢迎还要参加呢，就在赖上报名。福音车是7点半出发，有服事的长老请在7点半前抵达福前教会。第7，中会妇女事工部第4月26到27礼拜3到礼拜4，在新竹圣经学院举办46届爱修会。主题是关于我变成耶稣家人的那件事。讲师呢是谢大卫牧师。费用是每人3500。请向赖月娥会长报名。教会有补助。第8项，中卫松原部定5月10号到12日，礼拜3到礼拜5举办
春季灵修。那有参加的弟兄姊妹，请在4月30之前向会长王业主长老，或者是副会长林百强执事，或者是阿曼姐报名。要缴交定金1000。有可以看后面的公布栏哈。好，第9，中会传道部定5月13日，就是在礼拜六哈，不是礼拜5，是在礼拜六上午9点到12点10分，在大稻埕教会举办初阶长职训练，请长职同工来参加。报名到4月30日截止。那第10项就是2023年4到6月份的新年欢读经文，一条新活路。这本书到了哈，请1人1本带回去。也邀请弟兄姊妹每日单独会主，每天至少要花10分钟读经、祷告、亲近上帝。那圣经的填充题呢，是在马太福音17到20章，欢迎使用3月31到4月6日的新眼光听文京剧导读。好，接下来是我们看本周的寿星。那本周的寿星呢是肖兴荣。接下来是拜祷，要请庄牧师。咱只是起立为咱所报告、咱所关心，还是咱的需要，咱直接开声开出来祈祷。咱大家直接起立，开声开出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疼。我会当组织做一会，而且三敬拜服侍。所以今仔日。阮只要事情建造的对事主日礼拜，阮只要孝顺阮的亲人、阮的好朋友，伫过去怎样甲阮的生活甲一切，做可能当互阮更加明白，你伫你的旨意中，伫你的话语中，伫阮所需要顶面，在一摆内领是你大大的恩典，都特别甲阮生啊恩典。所以你也为着阮的教会需要，阮所一直去做，而且见证。而且所引出甲带领的，所以咱有上帝你，甲阮生甲地地，阮真实将阮所领受到的一切，对上帝你来会水甲好，对上帝你来会疼，完完全全伫遮来骗传伫四周围遮的人的心情。那次也讲着你特别甲阮遮出国出外的兄弟姊妹生甲地地，无论伫伊伫国外的生活、伫军中的生活，甲因本身的需要。拢伫上帝你的看顾中，内领是你大大的恩典，特别遮个身躯病痛的，做可能从你的圣手，也医治帮助坚固，看顾伫因内在外在的需要，做可能也特别甲阮的教会生甲地地，阮开始真正要敲碎一间，写伫阮正义之妹当顶写敬拜、服侍、造就。训练、宣扬、引传、见证，有我最大的权利的所在，都可能也特别为阮祈祷。阮兄弟姊妹的需要，阮伫遮带祷的对象，也是阮对你求讨的，特别问阮的工作、阮的生活、甲阮的一切，当阮伫遮开嘴对你求讨的时，祝阮的上帝看你是阮人民帮咱坚固，看你会当。是阮人民，特别来当伫上帝你的新业技术，伫阮的心上来展现，阮也有即个期待甲毋茫。阮将阮本身的需要，阮对你的求讨，以阮生命中所需要一切，完全恭敬摆在你面前，做可你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下来是宋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也享受圣神的帮助，对这点，甲咱正爱姊妹三个弟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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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了场代志爱报告吼，后边咱有看到有人准备遮迄个甜点吼，点心就是常慧姐吼，虽然这孙吼吴生强，伊生宝贝即摆已经应该满月落来吼，即摆已经满3个月吼，啊特别直接要请咱大家吼，好，多谢。今天的礼拜就到此结束，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拜。